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赛亚书第65章，上主讲：无追求我的，我要互因找着；无找我的，我要互因拄着。我对无求叫我的名的国家讲：我伫遮，我伫遮。我规日伸手听候悖逆的子民，因照家己的邪念行歹路。这人民当我下面，一直惹我受气。伫园内对偶像献祭，伫坛顶甲神明烧香，因用木矿工做眠床，伫石洞内过暝，因食猪肉，规鼎拢是无清气的米煮的汤。因讲：闪开，毋通活来，我神性袂确定。这个人互我鼻孔青烟，规日规巴肚火。看咧，这个我拢已经写起来，我一定袂恬恬，我要报应，彻底甲因报应。因为因甲因的列祖犯共款的罪，伫山峦烧香，伫山峦仔亵渎我。我要照因应得的甲因报应，照因的行为刑罚因。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安尼讲：人找着规拍葡萄，会当做新酒，伊会讲：毋通甲伊毁坏，因为内面有祝福。所以，为着我的仆人的缘故，我袂甲因全部消灭。我要互雅各有后代，对犹大出子孙继承我的正山。我竞选的子民会承接这块土地，我的仆人会伫遐徛起。沙仑平原会变做羊群的牧场，阿甲山谷变做牛群休困的所在。这个拢要赐予找求我的子民。毋过，恁这个放杀上主的人，恁袂记得我的圣山锡安，为着好运的神办桌，搁为着命运的神倒满调和的酒。我一定要互恁死伫刀下，互恁跪地受刣死，因为我叫恁毋应，我讲恁毋听。恁颠倒做我看做歹的代志，以爱我无爱的事。所以，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的仆人一定有通食，毋过恁会枵饿；我的仆人有通啉，毋过恁会喙焦；我的仆人会欢喜，毋过恁会见笑；我的仆人会欢喜唱歌，毋过恁会忧伤哀哭，因为心神忧苦大声吼。恁的名会留地，互我的选民用来咒诅。至悬的上主会甲恁消灭，毋过会互伊的仆人另外一个名。安尼，所有伫即个地为家己求福气的人，会对信实的上帝得到福气；所有伫即个地咒詛的人，会记信实的上帝咒詛，因为早前的患难会互人袂记得，会对我的目睭前消失。上主讲：恁看，我要创造新的天、新的地，过去的代志，人袂阁记得，袂阁怀念。恁着因为我伫创造的一切，永远欢喜快乐。为着我要创造的耶路撒冷充满欢喜，为着城内的居民充满快乐。我因为耶路撒冷来欢喜，要因为我的子民来快乐。城内袂阁听到啼哭的声，
嘛袂阁听见哀哭的声。伫遐袂阁有简单活几日仔的婴仔，嘛袂有岁寿未满就死的老人。食100岁死去的人，嘛想讲伊还少年；食无够100岁，人会想讲伊是受咒诅。因为起厝家己住伫内面，因为栽种葡萄园、食园里的果子。因起厝袂互别人占去住，因栽种袂互别人抢去食。树活偌久，我的子民嘛会活遐久。我的选民会久长享受劳苦得来的成果。因的劳碌袂落空，因生的囝儿袂拄着灾难，因为因是上主赐福的人的子孙，因的后代嘛是安尼。因还未求叫，我就应允；因还得讲，我就应答。菜农甲羊羔会做伙食，屎会亲像牛食草，蛇会食物，还佫是土粉。伫我圣山的逐所在，一定无有伤害，嘛无破坏。上主安尼宣布。